中央政府的财政状况变作是朝野讨论的议题。早起财政部特别召开记者会，强调数字的讲话，而且也表示讲，这特别预算甲总预算拢有遵守法定预算的程序，受立法院甲审计部的监督。无论是这特别预算或者是总预算，拢有伫咧管控，无可能做假消白。最近蔡政府执政期间债务的问题，正做执政党甲在野党激烈攻防的焦点。早起财政部召开记者会表示，这几年中央政府总预算毋但减少机制，还阁增加债务成本。政府长期债务的比例，伫蔡总统2016年上任的时阵的33%，2019年年底降到29.6%，2022年年底降到29.3%，到今年7月底，实际上的比率是27.2%。我们编的这个总预算呢，本来是30.7啊，就是那个在线比是30.7，但是到目前执行结果是27.2，所以我们还可以举债空间呢，就是还有2.8兆。黄清华表示，特别预算甲总预算除了遵守法定预算的程序，嘛受到立法院甲审计部的监督。特别预算嘛是依法采分年或者是分期编列，而且以计划分年执行，并不是做一届机制。而且蔡政府上任到今年7月底为止，总计机制是4350亿，比马政府一条7300亿，甲阿扁政府的一条4900亿要较低。无论是特别预算也是总预算，拢有纳入这项管控。我们的税入增加了，要加上节流，所以我们减少举借数呢是4825亿。从107年到去年为止，我们增加还本的总数是达到5227亿。黄清华强调讲，政府债务管控已经比其他国家较严格，嘛有设债务成本的机制。若甲G20的国家来比，台湾的债务占的比例排名是世界第3家。财政表现嘛得到国际信评机构持续的肯定。不过2022年9月，目的互台湾信评是 AA3， 飞机互台湾 AA。今年4月，普准普尼互台湾 AA+， 这绝对毋是家己讲家己对的。记者综合报道。